歡迎大家光臨屯門大會堂演奏廳，欣賞我哋美天康樂會主辦嘅歌舞升平同樂日。下晝做咗一場都好成功，多謝大家嘅捧場。而家簡單介紹下屯門有名嘅歌唱老師馮國英老師。大家好啊！首先恭祝各位身體健康，日日都要好開心嘅喎，好唔好啊？希望我哋今晚啲歌，你哋個個都開心同埋中意嚇，多謝你哋。Yes sir。大家好，大家開心心享受音樂。我係一個退休嘅幫辦嚟㗎，係中意打餅。今日呢支位食。你客氣，你打餅係旺過揾唔少錢嚇。好，因為時間關係，唔一一介紹。位位歌手都係人靚歌甜，出錢出力，希望帶俾大家一個開心嘅夜晚。而家我哋大合照。係，同埋多謝我哋嘅錄影師、攝影師、二令，多謝屯門大會堂全部工作人員，最緊要多謝各位觀眾嘅光臨。好，簡單講下，如果有心意，請係歌與歌之間進行，希望大家注意呢點。而家我哋開始演出。